心所在，待我前去才行。先生请住，那里去不得。为什么？那里面住着崔相国夫人和英英小姐。崔相国将军为何不知quân意，前来报杀举子？先生有所不知，我师父法本长老乃是相国替身，相国去世，夫人与小姐无了邻居为不领援军，路上不见，故而暂时寄居失踪。啊，原来是此。红娘开了个门，是小姐。张先生，崔府女眷来了，我们还是回避一下。员外无常。张先生，啊，小师傅，这位莫非就是英英小姐么？正是崔家小姐。啊，那身边还有一位小娘子，那是侍女红娘。
张先生，请到方丈把座。请小叔先引一步，小生才入道。你在女婿乘风眠，翠蝶斜提并用鞭。要子教育园，好似在里头卖风钱，风吕帽结过了万万钱，实在等可惜了几层天。小姐，你看这桃花开得多么鲜艳，我们去看两次好不好？是的。回去吧。他竟死去了。有的神仙归洞天，此地空余杨绿烟。
人方便分享儿，告示今天。定把这口骨相思并而存。真记得，白玉不离，忘记笑纳。客中4次独立，与我见交。真理的万岁，予以在宝刹交一计，以便问其军事。彼时空亡人多，陈平县长。啊！曾经啊，曾经，秀清拨了过来。啊！长老万福。红娘，长老，夫人命我来问，几日好与老相公做好事？本月15，乃是指日修宫之日，时下道场，秀清夫人小姐前来念香。待我洗过杂技，你大了回去。唉，我生我惧老，若报生儿，好且忘记。哎，爹娘啊！先生何日备课？想小生无害飘零。不能为父母做一些功德，使之伤心。小生已有得意文章，再见我的父母，不知长老肯发慈悲么？小卿之心，甚见有之。不知夫人可肯方便吗？这是好事，了言为余。啊，多谢长老。小生告辞。那小娘子想必是要出来。小娘子罢矣。先生万福。贵问小娘子。这是莹莹小姐身边的红娘子，我就是和老你同门啊。小生心脏明公是俊才，乃是西路人士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子时7岁，并未此妻。哎呀，再问你嘞，我又不是算命先生，要你的生年八字有什么用呀？这位红娘子，小姐常出来走走嘛？出来的怎么？夫人见他临兵杀，自家你进家御房，三来三出同志辈，无常不管是重大，地理不言自古学
寻，你到世上真该把离你忘。云雨我红娘不追究，老夫人她文字你真承担。真是个死呆子！相公，时雨不早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到殿堂，本次迎来，奔到哪里？奔到庙堂，是在哪乡？靠近西乡。庙堂，问故何人？知道小姐每夜来花园烧香，怎么还不见来呀？一根儿万难尽无声，真不为该相遇同情。再找耳朵听，娘早家不易。我只在太湖沙上等，等于我那真真实实袅袅叮叮的小弟。忙听白骨门儿呀的一声，风过巨人回来一响齐声。我天早家姐儿仔细听听。红娘哪想嘞？
讲。小姐，老红娘替小姐做好了吧？元小姐早配鸳鸯配一个，但是才华是一郎，风流三文温柔心，元小姐8年才小姐，我带你说件好笑的事。什么好笑的事？昔日老夫人差红娘到长老那里去问杂技，玉婆就要那天在国门儿女见的那个秀才，他的红娘深深一语，说小娘子不是英英小姐身边的红娘吗？你说小生心脏明公是君才，乃是喜乐神日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子日生。小生我并不认此妻呀。再要你去问他了。我要谁问他嘞？哦，他会提上小姐的名字呢，是你家小姐长出来走走嘛？这红娘好好的强罢了一顿。你不强罢他也罢。哼，世上就有这样的傻瓜，我要不强迫他，他说不定还要说起什么疯话了。你对老夫人说过没有？我还没有呢。不说也罢。听小姐之言，颇有结连之意。我不免凝视一手，看他是哦。余生永永花影几几春，似我灵儿旁。不见雨中尘，好清新的诗啊！哎呀，小姐，这声音就是那个23岁还不认此妻的傻瓜。小姐，他认得好吗？红娘，小姐有他一手可好吗？哎，小姐，我们当他回去。兰桂生寂寞，不尽独芳尘。了得高人在，迎面长叹声。好啊！
人，大事不好！今有胡家混将生力故事的武器人马为之人，口口声声要引引小姐中阿丈夫人，自然不肯，还要帮我扫小生死于安排。这是谁为我这样金鼓喧天骂死人呐？老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有胡家混将生力故事的武器人马为之人，口口声声要什么？要引引小姐中阿丈夫人。母亲，母亲，迎敌风雷，一声灾难，乃替他无从空里。二边金鼓连天下，鼓上魔女无头归安，金鼓声声地带进，真叫人上天晒地。两无门我儿真生死了，母亲切不悲痛，一儿想来，只有把儿先见责任，才可保得家性命。我家相顾门第，真正将我儿陷于出人，什么家事？事到如今，母亲不在，李三儿还是把儿先接拿走。一来是免得财产老母亲，二来是免得不地化灰尘，三来是终身无事命可保，四来是前人邻居待爱人，那无来姐姐，姐姐，为郎三世的人人，也保得财家有才根，隐隐啥是先是身，血淋的丹花也成，苦痛为了是我恩，可怜在了爱的亲。姐姐，我儿千金之体，为娘真正将儿献着救命。老夫人，外面这边言道，这不把夜莺小姐送出，他们要放火烧日了。母亲啊，昔日本是退兵之计，儿岂肯真的慎重责任，使君杀救良人？也罢，三尺临别的兵啊，姐姐，娘啊娘，把儿的死就写在人。我儿不可如此，死不得，这是从怒那层，怎肯管许？母亲，儿另有一计，儿有计，啥有人能太才兵？儿情愿与那英勇机会还。
自己叫苦，虽不是门当户对，也将是言语出身。长老，传话下去，而时辰等有谁抬得是兵的，便把小女英英与他为妻。老身遵命。夫人有命，还是人等能抬得出兵者，便把英英小姐与他为妻。小生来也。夫人，这个秀才他倒有抬兵之计。足见先生仗义，方才已与长老说过，但有抬得是兵的，愿将小女英英与他为妻。小孙你不用事，即将安存。小生有一顾虑，心图明强，好为白马将军，也统领10万大军，征收不关。小生与他八八之交，我一心去永死必来。杀得白马将军，何求一个神兵夫？只是他无领头，愿谁难走近乎？无法，先用援兵之计，各万长老到中路之上，小于责任。谁知道夫人也道，小姐身穿孝服，送与将军与君不离，请将人马暂退一箭之地，3日后功德圆满，完了节务，才能送与将军。时机甚了，老身就去传话。小姐，倒看他不出呀，这个时候他一点也不傻了。但愿他退了这兵，事在紧急，就请先生休息。事情早已修好，请夫人放心。多谢先生，老身告别了。女儿，随我来。好了，好了，这边果船抬了一箭之地了。长老，快差一个细心大胆之人前去下使。我之下有个徒儿，唤作为名，最有胆力，待我引你前去见过。戏闹热语，俺得要杀着这铁棒山，闹俺那怕死的胡哨下来，早帮是铁打的张家汉，也正三夫在南山，幸亏我无畏，斗尽英勇胆，杀着子兄。为民，这位先生他倒有退兵之计，有私信一封要送于部还白马将军，你愿去吗？好，先生你不愿退兵计。
来宾非同小可啊！先生，小了而言，俺等一言不多多，黑不饭，俺一生花了啦。非常先生也有精神，我一家性命皆先生所赐，今日两被小杂了表现着，在殡仪旁，这乃是夫人之洪风。罢了，张先生请长坐，小生言过，古今不是聪明。女儿请前来，不必避言，今儿张先生乃是一家人了。母亲，上前拜过姑姑。今后你们就兄妹相称。红娘斟酒来，女儿与你姑姑把账。不亏你兄长相救，哪有闻名？你必须要尽你姑姑一战啊！俺家人命儿薄，若须在心情中，心情中，
红娘，好好是有小姐为王。张先生，小生醉了。八谢夫人，且慢不过。夫人跟前有一句话要说，有话请讲。现在沈飞夫为知了事们，便在仓促。夫人正是能太在并地，不论何人，遂把英英小姐配他为妻。是有这句话没有？有啊。当此事是在挺身而出，先生是有活命之恩，怎能先相国临终？夫人千知，结兵结位既是小生所做，夫人应该谨守诺言，把小姐许予小生，为何会说兄妹相称？小女终身乃相国临终遗言，须与老孙侄儿承恩为妻。现在有事捉他前来，他若来了，叫老孙无以回答。请问夫人，夫人既有遵守相国遗言，又为何当众许亲？这个是今老孙愿独以金不为受，望先生另聘高门。小生当是亲身而出，岂为吞吐你的钱财？哼！你把张公小看了，即便告知张先生，请小子记着，老孙当领土报答。待我叫红娘送先生回房。张先生，你刚才少饮一杯，岂不是好？红娘子，你也无度，我还什么罪呢？现实之事，小孙这一封信本不周到，此是夫人当当地凭他君，请看许下了婚约。红娘子，这不是你我两人听见的。梁老下书法慎重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为天菩萨多听见的。不料如今夫人突然变卦，叫小生心情激动，更无闭路。红娘子，我只有在你红娘子面前死尽了吧。先生，张先生，今日之事，夫人预言在先，如今他反悔了。莫要是你先生听了气恼，就是我红娘听了，也实在替先生有些不平。红娘子，你若有些不平，何以叫我来？实待你说吧，小姐她待你也未必无情。三红娘来想个法儿，叫你们两人一同进衣。请问即将安成？先生有意顾情，必然如此。我小
小姐也再好经营。今晚先生不妨试探一曲，看小姐有什么话说，实有好意，我明早定来告知。哎呀，小生刚谢红娘这定成亲。有美人心，狮子韶华，王妃翩翩行，四海俱往。张贤待女婿，结束衷肠，不得与非心，使我人亡，使我人亡。冷冷凄烟，地转一世一生诉尽中。他那里一曲离中唱，一段我在里只因千古心相通。他那里逢俱往，我在里望俱逢。恨只恨高高把分讲，嘎开了云山千万重，怎得过人儿将小心痛，把我的一腔心事忘家江送。
这今天儿一定是红娘打来的。长生啊，长生，你也太大意了。相思很尊天，满把要金路。若是遇风尘，芳心应一朵。此情不可回，须臾无西风。莫非月华明，千莲花影中。红娘，过来呀！小姐，这东西是哪里来的？谁敢把这接天儿来戏弄我？我什么时有见惯这样的东西？我要去禀告老夫人，打下你的下本子来。哎呀，小姐，小姐，这笺帖儿是我拿来的，我又不识字，是他写的是些什么呢？小姐，你不要闹，红娘到夫人跟前插手去。插手哪个？插手长生。红娘，我暂且饶他这一次吧。少了长生倒不要紧，只是红娘怕夫人知道，要把我打下下本起来呢。红娘，老夫人管你是与我提的实话，不妨事的。哎呦，小姐，你一会儿叫老夫人把红娘打下下本起来，一会儿又替红娘讲情了。红娘，你不知道张先生有我名之恩，我是告知夫人，坏了他的名声与情不爱。我若不告知夫人，他以后还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呢。哼，要不是老夫人许了婚与蜡，他管这样讲，管这样写嘛。就是我家亏了他，他也不给死吃啊。也罢，待我写过笺帖，叫他以后不可如此。小姐，你写什么呀？你这不是要害了他吗？红娘，你不知道，若不叫他死心，他以后还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呢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写什么呀？红娘，你却对他说，我与他乃是兄妹，叫他以后不要胡思乱想，若是再犯，定要告知夫人。红娘，连你也逃不了这个关系，去吧。我不去。快拿去。我不去嘛。哪去啊？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嘞？这女子不听使唤。红娘子，事情怎么样了？
小姐御史到来，小孙理当接待。小姐死在牺牲什么了？天大的喜事啊！喜事？哎，这信上怎样写？小姐让我今夜花园相会。真的？这还有什么假的 ？No， 这里有4句诗：待雨细乡下，等月亮上来，迎风无半开，是他开门等我。或像花影童，你是若人来，那就是小孙来了。小姐，你看你追得这样快。小姐，你看时候不早了，今晚我们相聚不要少了吧？红娘，你看今夜月白风清，正是烧香的时候呢。哎，我也是说，正是烧香的时候呀。各位，我早把香盘备好了。红娘子，小姐来了没有？来倒是来了。哎，我且问你，是他真的要你来吗？这还有什么假的？小孙是才师妹的所假。你不要冲着国门而过去，怕小姐疑心是我带你来的。你还是跳墙？跳墙？听我的话，不会有错。啊，是。小姐，外面没有什么。哦，好像有人说话。没有，连个散银子也没有。小姐，你还是烧香吧。红娘神山真奇怪，是真是假心难猜。莫非他已把我计划解？要是他，哎呀，母亲知道真爱陪。
你怎么跳江过来的呢？是我娘子叫我跳江的，都趁小姐美意，小生是呀而来。红娘，红娘，小姐为什么？来啦！小姐，做什么呀？红娘，有谁？真的吗？哎，是谁呀？是谁呀？是我啊！哦，我是花园里哪里位的谁呀？小姐，不要怕，原来是个熟人。谁是我还有圣地说的呀？真是个熟人呀！喏，是张生。管他是谁，把我打了出去。打到哪里去？打到老夫人跟前去。小姐，到了老夫人跟前，岂不坏了她的名声？小姐，红娘帮你赐饭吧。啊。
相思恨。说是你在何事情？小姐三三莫他先生负我，三三莫我负他精神，我与他情是海，心儿相依，挂老母临门户，拉恰婚姻。也愿我女儿家恰生生，不遇了神也黄昏。从此自个花人缘天也尽，凡中相思结了精神。爱我失望去太平，小姐，你要到哪里去呀？来归寂寞散散心，是子红娘带小姐同去。只要我一步才回门，你便是婴儿不离身。小姐，红娘是谁小姐呀？你是有得好啊！老夫人举冠戴金，小妹相服侍得亲。小姐，你不要冤屈了红娘。小姐，红娘刚才侍候老夫人，听那太医说长孙的病重得很呢。他怎样了？他已是三米不进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啊！红娘，我是今开了个药房，你去送接长生吧。我要小姐你又来了，你就要采笔青的呀来用，你去年长生病沉重。小姐呀，你是一位儿恼，一位儿愁，一位儿欢，一位儿空。那长生是一半儿相思，一半儿恨，一半儿痴迷，一半儿疯。红娘，这样方式，我知道你这呀房儿呀，不是人保富冠开，平时发祥花影动，说什么太要心想想
他相逢时一生忧愁，强把那女人来捉牢。红娘，今番绝不红你。我不相信，我请太爷去看看。红娘，你好糊涂啊！小姐，你真是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。小姐的心事，红娘还能不解吗？好姐姐，快去吧，这是见面的呀。进来变了神娥胎，是喜是忧解不开，堂上有个好牡丹。颜面是
火郎，你姐姐今日身体可好？很好。前天晚上我还看见他到花园里去烧香，烧到半夜还没有回来。是真的吗？是我亲眼看见的。火郎，啊？你去唤红娘来。啊。红娘参见老夫人。多，小姐人还不跪下。母亲，你做什么？不用你多嘴，快去取家法过来。老夫人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跪下呀？跪下！跪下就跪下。下去。红娘，你知罪吗？红娘不知罪。宦官强罪。我来问你，你与小姐每夜到花园里去做什么？啊，原来为了这件事呀。还不是讲。不然做什么呀？到花园嘛，烧香呀。为何深夜不归？是在前呢，我们很早就回来了。混浪见了，你不识，我打死你这小先生！哎呦！夫人，不要酸了鬼孙，听红娘说。讲。红娘与小姐也送是听了真讲究什么？他是姑姑，听一句，要去相思忙。我等我的言语，要你们去问候些什么？问候嘛，就是问候咯，有什么好说的呀？你们去问候，那张生他是些什么？他是夫人做成。叫小生端到场西边以后呢？以后啊？怎么样？以后的事嘛，以后再讲好了。小先生还不快讲？他是红娘，你先在，小姐，叫小姐
全乾隆。小先生，他一个女儿家，我一三更叫他来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叫他来做什么。又怎么样？哎呀，事情到这里嘛就完了，哪来这许多以后呢？小先生，还不快讲！我讲。月儿在浪绿沙头，早已三呀黄昏后。常言道女大不中女，其间何必空追究？得方虽是前方手，得把虽是前方手。天哪！我堂堂相夫，竟出了这样的丑事！待我把那禽兽拉到官府中去。夫人，你去告谁？去告张生，是原不得张生，也要原那个不是羞耻的先生，也原不得小姐。哼，都是你这个小先生。哎呀，这与我红娘有什么相关呢？是吃大药那个？愿你老夫人。我，夫人，事实是高道管理。夫人身上系有三股不是？怎么？我倒有三股不是？你与我讲。一个该翻云覆雨3万倍，许了婚事欲反悔，想那日兵为破旧时，哪个结了这头债？你本是相国夫人，受高名气不问言而无信，不应该。哪儿不该把张生女子私怨内，再叫这怨女狂妇来蒙骗，莫道他分的今年把花儿采收忘了，云纱苍儿你自己开，啥时官府来动门？你自家不念也有财，这三不该。啥分那凡事之人，哪一个天是宰相府的女群才？千年的大事，连根儿到再无进马门楼看药见。哎呀，夫人，那张生虽不是皇堂之子贵，恰也有宋药风采之间才，倒不是神山太守梁祖该呀批下了这丑事，据心情。
你去叫小姐来。是。这丫头一句话，刺痛了我的心头。到家老师发了愁。将应许了张君才，把一人正派高门楼，菩萨将他去就旁，相夫名声一旦丢。而今是福水难再修，倒不是生死且退走，今年缘并非心中愿，生死那测归有路秋。见过母亲，儿娘啊，我的儿，你被人欺了。唉，这都是我的孽障，还怨着谁了？红娘，你去换那禽兽来。换哪个呀？长生。是。传见夫人。好过保有守在，竟为做出这种非礼之事。唉，事已是此，就把英英许你为妻。传见岳母。但有一件，我家三思不早把一女性。明日你便上京应试，得官回来再与我女儿成亲。实不得官，就来见我母女。红娘，吩咐准备车辆，安排酒菜。明日在十里长亭及张先生见迎。Yeah.
夫人，请留步。时候不早，你们分别几句，不要误了他的行程。红娘吩咐讨车，为娘在车上等你。情是孤上别离，君为登城赶归期，看老母从功名苦相比，开怀离居三千里。你此去爱马随风是珍重，我在里情来有心。应当谨记，虽怪那欲怪无怪，早为在因念我妹在藏里长相依。临别一袖情意，愿起再把千金期，今月之夜当情记，不为为民。本家亲，三岁路上保重。姐姐，母亲叫你等车去。小姐保重。小生告别。